好，大家好。咁咧，而家我就去到教大家咧，去到將 Agency Corner 入邊嘅啲重要嘅 app 咧，教大家去到導覽一下先嚇。首先，電子服務，例如你啲客咧交咗保費、批咗單之後，你揾佢簽收噶嘛。撳落去啱啱講嘅 My Customer 度。拉低少少，你見到有個叫做保單收入確認回條 Outstanding List 呢度咧，各位同事記住一樣嘢，簽完單之後你要送單揾個客簽收。如果你冇揾客簽收嘅話，公司係收你200蚊 charge， 好貴㗎。係啊，撳落去，你可以揾到你自己所有嘅單。我見到咧好多同事嗰啲單咧係過期嘅嚇，咁呢度咧已經係罰緊你嘅200蚊㗎啦，已經嚇。跟住之後啦，如果要去追批單嘅話咧，你就可以去 PES 呢度 Policy Enquiry System 嗰度睇翻所有保單嘅跟進記錄，撳翻呢度申請跟進事項，打翻你嘅 agent code 落去。OK， 撳翻搜尋及顯示待跟進事項，咁你就會見到，如果有嘅話就會有㗎啦。OK， 甚至其實你可以喺保單狀況呢個位置咧，保單狀況嗰度咧撳翻邊啲人客咧係嚟緊保費到期，或者保費已經過咗期30日嚇，咁寬限期30日我要俾錢，如果唔係嘅話斷單咧就好大問題㗎啦。呢度睇嘅，甚至如果你想睇翻人客嘅 summary 啦。OK，AIA 呢度咧有個好嘅平台嚟嘅，俾到你一目了然望晒成一個人客所有單嘅 summary 嘅喺呢度。咁啊撳翻保障分析啦，撳翻受保人啦。咁我以我為做例子啦，你見到佢咁多張保單擺晒度，下面有咩 plan， 供幾多錢保費，保啲乜嘢，全部已經有晒到，一目了然。呢個就係 PES。跟住之後啦 ，product。呢度咁指南咧，有個 product library 咧有齊晒所有而家嘅嗰啲保單嚇。撳醫療計劃啦，跟住之後你見到例如係住院醫保靈活計劃啦，你會見到咧其實係有產品嘅小冊子，你可以入邊 download 晒啦。OK。download 晒之後咧，甚至你可以撳翻保費表啦，甚至呢個 product 當初嘅產品定位啦、保費啦等等，全部喺呢個產品資料冊可以揾到晒，甚至佣金啊，全部嘢喺資料冊揾到晒。資料冊咧參考咧就係呢度參考啦。OK， 百幾頁紙有晒所有嘢啦。OK， 咁咯，好冇？舊產品咧就可以喺呢個產品一網大全呢度咧揾到晒，包括嗰啲舊產品嘅保單契約等等啦。OK 咯喎，繼續落去啦。Commission 邊度睇 commission 咧？呢度 online e-report， 跟住 agent statement， 跟住之後咧再撳翻 detail， 咁你睇到6月嘅糧單㗎啦。咁至於點樣睇糧單咧，好複雜嘅。你見到糧單水蛇春咁長，呢啲咧就問翻你哋呢打點樣睇糧單。甚至你想睇 taxable income 嘅，你喺呢度睇 taxable income。OK， 咁咧就見到咧喺4月到3月每一年嘅 taxable income 要交幾多稅啦。呢啲全部都可以上網揾得到嘅。繼續，續保率，每月報告 EB8 就係睇翻你所有agent 嘅續保率嚇，續保率一定要過90啊嚇！你見到啦，過去12個月嘅99%，pass 12 month 99%係嘛？呢個就係續保率啦。繼續落去撳翻部門資訊，download app 先 ，download app 記得 AIA App Centre 全部 app 唔該 download 晒先，有多冇少，唔好驚你個 iPad、iPhone 爆炸，唔會嘅 ，OK 嘅。download 晒先 ，OK， 繼續落去部門資訊，營運部一定要睇，
營運部入邊保單批核之前嘅部門就係核保部，批核之後嘅嗰啲轉嗰啲受益人啊、持有人啊嗰啲咁保護服務部啊。核保部撳翻一般指引，你就會睇到好緊要嘅健康核保指引，撳落去300頁紙講得好清楚，究竟唔同嘅疾病公司係會有咩嘅加價或者不受保嘅情況出現，好清楚嘅，背晒佢，唔該背晒佢。跟住之後呢度核保指引有寫打擊洗錢條例，講得好清楚。買太大嘅單嘅話，公司要填咩文件，全部喺晒度，一目了然，揾得晒。仲有嘅，如果係唔係香港人嘅話，要買保單嘅話，邊度揾到呢？國籍居留評級表，睇到晒唔同國籍嘅人，唔同國家嘅人去到買咩 plan 嘅話，公司係會有冇國籍嘅加價。OK， 咁甚至啦，健康生活折扣啊等等 APS 啲全部有晒喺度，請大家睇晒先。OK， 繼續落去，嗰個嘅跟住啦，有個叫財富管理部嘅。喺邊度呢？睇多次下。財富管理部極重要，所有投資單最新嘅公司資訊全部投資單喺晒度，基金價格乜乜喺晒度。OK， 咁要咁橫向屏幕嘅。OK， 橫向屏幕嘅點樣考牌啊？市場嘅快訊啊，有啲嘅好嘅 PowerPoint， 例如銷售秘笈 PowerPoint 呢啲呢。大家睇晒先。sorry， 銷售秘笈繁體版撳落去，入邊有好多 PowerPoint， 即時俾人覺得你 professional， 即刻變咗個基金經理。入邊嘅 PowerPoint 全部你覺得啱用嘅 cap 晒佢，就係你哋銷售嘅最 official 而唔係你土炮製作嘅工具，出嚟靚好多㗎。呢個就係講緊財富管理部。OK， 跟住啦，要睇你自己個人權益啦。各位嘅未來老闆，指南入邊有個 General Manuals 嘅 General Manuals 之後，呢度有個叫營業拓展。營業拓展即係咩啊？即係幫你爆數啊！首先佢話俾你知有好多報酬、福利、會籍獎賞手冊，睇晒佢，唔好 miss 咗公司所有嘅一啲嘅嗰啲嘅 additional bonus 成百幾頁紙嘅。睇晒先 ，OK， 繼續落去，OK， 告示板有個叫 E-memo， 大家可能喺 WhatsApp 群組入邊見到啲 promotion 好正，咁你就見到有啲 detail 想問喎，咁你就可以去翻 E-memo 呢度揾到。點揾呢？係嘛？咁你見到嗰啲memo 通告個名噶嘛？例如 A23乜乜乜乜咁樣噶嘛？係咪？咁你見到好多噶嘛？OK， 你喺度撳翻搜尋 ，OK， 拉低少少，在網頁中尋找 A230702，冇喎01係嘛？咁你見到啦，就係呢度啦，230701全部 email 喺晒度，咁就唔好話俾我知你唔識啦，因為呢度已經有晒公司所有嘅資訊 ，OK， 好嘛？咁希望大家可以 Agency Corner 入邊去到識用，因為你唔識用嘅話，就好似你阿媽唔識用 iPhone，係落後，再加埋俾人淘汰嘅。OK，thank you，唔該晒大家。